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市长的选战。讲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到台中帮蔡其昌徛台，已经去7届了。民进党内的大咖嘛一直到台中来扭台蔡其昌，阁真正有应效。讲这个民调已经有扭起来了。讲这个顶个月蔡其昌还阁查卢秀燕差点要30%，也毋过根据网络温度计这个媒体所做的上届新的民调。 卢秀燕57.8%，蔡其昌42.2%，两个人的民调愈扭愈活咯。请剪彩。 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透早参加教学病院剪彩活动，行程深入教育界。随着显光度愈来愈悬，民调嘛对咧成长。经济选战网络温度计上升预测当选率，10月7日卢秀燕57.8%，蔡其昌42.2%，和顶个月相比，卢秀燕62.7%，蔡其昌37.3%，两个人愈来愈接近。我一直觉得很乐观啊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一点点。 什么差距很远或者什么，我都一直觉得很稳定嘛。民调的上升的幅度都是稳定的成长。蔡其昌对民调真乐观，认为继续稳定成长当中。另外一名男赢争取连任的台中市长卢秀燕，透早嘛走教育行程，参加台理幼稚园的动土典礼。让孩子们参与自己学校校舍的新建他应该会永生难忘。所以我们邀请小朋友一起来。卢秀燕动土仪式邀请学生做伙参加，但是妈妈市长的亲和力，不过红问到民调。希望大家今天以教育为主谢谢大家，不谈政治，谢谢。卢秀燕无回应，赶紧离开。选战特别到哪里两党的候选人拢真骨力咧走活动，要尽全力来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